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大工无人请，小工唔愿行。这意思是大工程，也是讲能力要求较悬的头路，无人来请。因果又果无想要做基层粗重的工课，结果就是国不成，地不就，一事无成。所以讲，咱做人都爱脚踏实地。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，上界实在星座分别有摩羯座，认真自律，尊重规则，袂惊小路啊。确定目标了，就会下定决心，遵守规则去完成任务。啊，那金牛座的人真老实、真低调，目标真远大，这个眼光嘛看真远，袂为着眼前的利益就放弃更较远大追求。天蝎座的人也要吃苦，愿意为了目标来打拼、甲付出，万项代志拢会做上歹的拍算。所以讲，较袂目睭看悬，无看低。今日讲俗语是：大工无人请，小工唔愿行。